Hello，我係林 Sir。你有冇試過拍拖之後成日覺得對方唔夠好呢？佢做咗10樣好事你都冇感覺，但係佢一做錯事你就馬上扣去分數。如果你有呢種感覺嘅，你唔係挑剔，你只係中咗一招叫做愛等於標準。我講個畫面俾你聽，細個嗰陣時，阿爸阿媽成日提你坐直啲，考試唔准粗心大意。你睇下人哋，佢哋都係為你好，但係你收到嘅信息係：如果我做得唔夠好，我就唔值得被愛。大個咗之後，你將呢一套劇本帶入咗愛情，你開始覺得佢要達到呢個標準，我先至覺得安全。但同時間你又好憎俾人管，你變成一個矛盾體。我唔想你管我，但係又唔可以令到我失望。咁 LEST2 會點樣睇你呢？佢會先睇你嘅外在本性，即係你點樣同外界接觸。你聽起上嚟好似 L 主導者，你習慣定規則、設標準，要求對方跟住行，呢個係你同外界打交道嘅方式。但 LEST2 唔會停喺呢度，佢會再問你嘅內在本性係邊種呢？即係你嘅思考過程、內心傾向。第二種動力係邊一個本性呢？答案應該就係 S 支持者。點解？因為你嘅思想過程長期圍住一個主題，只要我做得唔夠好，唔夠符合標準，一切就可能有機會失控㗎啦。呢個唔係保護，而係你內心最深處嘅傾向。你需要穩定，你需要維持關係，你需要被需要。所以你而家對伴侶嘅要求，表面係 L 嘅標準系統，底層其實係 S 嘅價值傾向喺度操作緊。你兩個本性融埋喺一齊，成為你嘅獨特嘅矛盾。呢個就係典型嘅 LS本性組合。你唔係用標準嚟挑剔人，你係用標準嚟安頓你自己內心。下次當你又喺心裏邊面對人打分嗰陣時，停低問自己一句：我到底喺度揾緊愛啊，定係揾緊安全感？記住今日呢8個字，你唔係挑剔，你只係怕失控啫。想知道自己係邊兩種本性組合，就撳下面嗰條 link 去做測試啊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